好，来继续来看，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的总调郭建明话讲，要来启动双罢的战场，要来罢免掉韩国瑜，甲国民党41个立委。结果民进党内只有少少的人来响应，其中一个就是行政院的政治委员陈时中，伊伫南投草屯镇长的补选，帮民进党的候选人徛台的时阵是火力全开，批评在野党伫立法院乌白母，呛讲2月开始要拼全台湾大罢免。过来2月以后，将来咱就要大罢免，一路甲行落，台湾的政治较能够拨乱反正。那是定调草屯的镇长补选是罢免战的开始，行政院政委陈时中搁伫咧台顶招大家来罢免，不过敢若无甲党内讲个好势，因为民进党中央是观望的态度，传出想要甲主力放伫咧明年大选，也未针对罢免来做讨论，嘛互相大声提出双罢战场的党团总调郭建明小可无力头，副院长拢无背书，不过敢若党内立委嘛小可知影无对同，郭建明7,000字的铺文明明标记50个党团成员，敢若4个来闹话，甚至有亲历的学者就讲总调反势爱休困啊，政治判断已经有问题。到底是众叛亲离，还是分进合击？完美的切割，发挥我们黄昏总招最后残余价值，我想大家各自解读吧。就有机会攻击瓜烂无共调，嘛到话讲会有反制行动。罢免对象先锁定台北市的吴思瑶、吴派玉，甲新北市的苏巧慧、刘丰禄等民进党立委要正面对决。大罢免时代从柯建明开始，国民党党团跟国民党，我们会尽全力来迎战。以罢制罢，我位居第一线的攻防，那当然也成为国民党锁定的头号的这个眼中钉。只要做好眼前的事，我们用专业来回报选民，这一切何惧之有？传出嘛有地方的南军咧预告南部嘛启动罢免，朝野的冲突是愈来愈紧张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